護理技術教學專區配備咗病人模型同埋基本護理儀器，更設有真實病房嘅設施，以營造逼真嘅臨床培訓環境。喺專區入面，學生可以學習到各種基礎護理技巧，例如無菌換證技術以及口鼻咽抽吸法。學院共有4個相同類型嘅教學專區。臨床模擬教學專區設有一面單向鏡，將教學專區劃分為模擬區同埋解說區。模擬區除咗配備高擬真的病人模擬裝置外，亦都設置咗真實病房嘅設施。當中嘅病人模型能模擬真人般嘅動態，例如眨眼、呼吸、咳嗽、心跳同脈搏。透過預先設定嘅程式或者導師嘅即場操作，呢啲病人模型即能化身為虛擬嘅病人，並表現出唔同嘅健康參數同狀況，供學生學習。虛擬實境教學專區由虛擬實境科技教學系統同埋數碼虛擬解剖系統所組成。虛擬實境教學系統配備各種虛擬培訓設施，包括相關嘅電腦器材同埋配合培訓需要嘅程式。系統內置唔同嘅虛擬場景，如解剖生理學模型同埋畏高症體驗，為學生提供相關課題嘅培訓。教學專區亦都配備咗 VR Cave 教學系統，容許多人同時進入同一模擬場景。透過系統模擬嘅場景，例如一啲精神創傷情況同埋災難事件，學生可以獲得互動性學習體驗，從中實踐課堂所學嘅技巧，學習喺唔同情況下與護理對象溝通。數碼虛擬解剖系統係一張電子模擬解剖桌，讓學生以互動形式學習解剖學，並從中了解到性別、種族同埋臨床病歷差異相關嘅解剖學知識。中醫護理教學專區設備齊全，配備虛擬針灸系統、脈象儀、穴位人形模型、14經絡模型，以及中醫療法如拔罐同埋艾灸所專用嘅儀器同配件。呢啲教學設備讓學生能熟習中醫護理嘅相關技巧。學生更可在中藥百子櫃揾到真實藥材，透過視覺、觸覺同埋嗅覺了解各種中藥嘅特質。